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初5拜5嘅客家精新闻，我是陈彦祖。当日的早晨9点半，客家精新闻都为啲名路巷带来了解有关武汉肺炎疫情的最新消息。也帮我哋大家讨论进度的可能呢，就系一个进行审批权的问题嘅。到底呢，一个进行审批权按样来用有哪条限制呢？一下呢，唔但像系民众进行讨论，就连政府啲鸦片呢，未进行讨论哦。也帮呢，可能呢，进度点加度点问讲，应该到底呢，做的呢，来用一个进行审批权目。你看到呢，一个苹果日报近边呢，同大家带来嘅报道，一个系8版佢带来嘅报道。其中呢，係同大家呢來講到一條入閘嘅提出來嘅爭議，有啲呢就講呢有一條較規模較冇安泰嘅4點呢，有啲呢假使呢有啲名路巷買東西嘅做地來用進行審批項目，也呢政府嘅決定嘅安全呢係認為講，嘅有條呢係總地呢來用進行審批項呢，咁麼呢會按用咯，前主要呢就係講經濟部呢係表示講。一個進行審批權呢，前主要係希望鼓勵大家按用精神，係為鼓勵大家去到實體的店面去消費。嗰種嘅業者聽到一個消息都知道講都冇解釋咯。稍後呢就來看呢新聞報道。本土大戰品牌門市啲下晝時節空多多嘅無本生意，受到疫情影響，業績衰退，以至上第6月底以前，為了全台灣一間實體店面數起來。還會留勝地嘅安排擴散到天松平台，希望做嚟繼續捱下去。我們在實體的門市也把高租金的門市暫時先結束掉，然後在疫情比較趨緩之後呢，其實我們還是會重新啟動實體門市的展店計劃。那我們也非常看好蝦皮在台灣的電商領域這一塊，那也希望說借着跟蝦皮的合作呢，eShop可以有擴展更好的業績。蝦皮購物看到啲貨卡消費經濟發展起來，對疫情都見壓制電到成長嘅成長，宣布會同8大品牌合作來衝下半年嘅總期。為了帶動民眾出去消費，行政院推出嚟審批權，就排除天松名路購物，唔過新創付費實體體驗就冇到限制內。從係掃描買英文發通展覽、演唱會、直碰體育比賽嘅門票，只要本教育部同文化部正面一啲名單紅嘅，就做得來用。藝文還有這些展覽的活動都列入適用範圍，所以希望在這個原則下，我們去擬定政策，讓線上購票的那個功能啊，不要因為我們限制電商就把它限制住，所以其實沒有轉彎。外界爭議政策改變，經濟部表示係嚴重誤會，認證審批權禁止用啲天松平台係太嚴格，唔過執行係詳細內容涵蓋這個討論。仲係用博客來做啲嘢，買書同拆貨嘅主網站上係天松範圍，唔啲用審批權。唔過底下能一類買英文展覽票券嘅網站，按上能擺做咗嚟用。博客來動態調回應，會遵從政府政策，就規定來判。記者馮怡靜、郭俊麟提報道。剛剛呢啲呢新聞報道都好呢，因此你看到呢有點解呢加條係受到疫情的影響，幾乎水就強會拿唔出來嘅。嗰種呢加條呢一下呢為來改變賣產品的方式，為啲名路巷來賣。那我呢咩有點解表示講加條受到疫情的影響，嗰種呢嘅民眾啲貨卡認證講清楚有呢講民眾冇辦法出去，嗰種呢啲貨卡消費按用嘅方式呢係漸漸嘅發展起來嘅。嗰種呢就係認證按用經濟部就來決定呢，針對按用嘅進行審批權呢嘅其實呢啲名路平台，假設呢啲名路平台買東西鴉片其實呢係總定呢來補助嘅。而呢啲民眾呢啲使用進行審批權嘅時間呢，還會遇到幾項問題哦。就像講呢，一下呢有點解呢加到呢唔但像有實體店面，沒有呢啲名路巷來買東西，就像人動到看到有散戶嘅品牌啊，加到呢係做得去到假實體嘅店面買東西，沒做得啲名路巷買，一時間呢就會遇到一個問題哦。所以講呢，民眾呢假使啲名路巷、名路平台買東西嘅時間，佢哋進行審批權就係總得來用嘅。唔過呢個民眾假使拿定進行審批權去到嘅實體嘅店面來使用，一部分呢未係做得，嗰種呢民眾呢啲消費時間呢，還愛多多注意，還係有無強用嘅限制哦。
也呢咪含有那么一种情形，就是讲佢像傳染也部分，咩呢有同到嘅點假假使呢家頭有提供外送嘅服務，給民眾假使有使用外送嘅服務，也部分呢就算係啲網絡上買東西嘅範圍，故所呢都也是嘅係未總的來用進行審批權呢，其中呢就係講經濟部有強調一個重點，就係為啲實體店面來消費，故所呢假使嘅進行審批權，請主要就係講啲店面也部分就用得啲網絡上買。網絡上來使用，就要來多多來注意，看有合乎政府開放嘅範圍冇。而家政府呢有開放嘅範圍呢，就像係啲網絡上買票嘅門票啊，韓國有像語文發通嘅門票也掉。嘅假使呢有得到文化部啊，即係講教育部嘅認定有留意嚟做一個拍名單過後嘅一部分呢啲網絡上來使用就做得嚟，也係蘋果日報近邊呢同大家帶來嘅報道。我哋強用啲蘋果嘅 A8版，沒有同大家帶來一個冇強用嘅消息咯。最講呢，下一步呢，其實呢，對疫情發生多件呢，有同到嘅強苗，也就認真講講，為到係防疫，故所今年呢，仲係經常出順就來起社會。也呢有同到嘅中央人員家條就表示講，認真講政府也係為到防疫，故所呢有同到嘅強苗家條嘅經營也係呢未遇到嘅問題，希望呢政府愛來紓困哦。也呢一個美國部係按上講嘅針對嘅中央人員，可能呢會提供嘅13年1萬嘅元愛用嘅紓困措施，嘅全國也差唔多有95萬啥嘅中高嘅從業人員，故所呢下來有可能會按上對家條會提出相關嘅紓困措施。如果呢愛用嘅計劃一提出嚟過後呢，就有同到人來批評了。前主要呢就係講有人批評講，也條中高人員，家條呢可能根本就冇納稅，嘅政府專門係為用推介納稅錢來照顧家條咯。如果呢還係有條嘅將係法事國內嘅法事呢，其實就提出來呼籲哦。最講呢今年呢認真講有同到嘅發揮，認真數到以前嘅央強就來支社會，有同到嘅強苗一下呢強就會挨下去，希望呢還係政府呢為來多多照顧家條，唔過也部分還會等政府再過來研究討論。好，下來呢，我再過來看到呢，強用係政權嘅問題，到底呢政權審批權先前呢政府係同大家講係總的呢來找錢呢，我呢也建議呢要同到嘅檢價呢家條呢就緊反映講。可能呢家條產品，一類產品可能係一粒鐘嘅漲賣冇幾多錢咯，差唔多就30人元、40人元。嘅假使民眾拿得一種200元愛用嘅進行審批權，本家條到底會用啊神咯，會走也係唔會走咯，就講唔會走就根本呢民眾係唔想愛去消費，而呢要同到業者家條就自家來想辦法咯，家條呢就自家呢老家產品呢，只有一類從係套餐愛用方式，就從係可能呢係有一類主食，譬如一類飲料也係從甜嘅一個東西，譬如一個套餐，可能呢一個套餐賣到100元、200元，按用呢就唔是照按到每卡想到民眾去買，沒有業者係想講，嘅假使呢嘅產品卡度呢就想要自家呢來大家來提出來相關優惠，希望呢愛來相應下。我呢針對按用嘅措施呢，其實呢就還係有業者見怪言講，嘅假使呢總得來找錢，實在限制太多嘅，實在懂麻煩，嗰種呢咪希望呢政府呢為好好來面診啊，到底呢做得來找錢冇，還係希望還係做得呢開放本大家來找，希望呢政府為一擺同大家講清楚來，希望呢就講講為一個進行審批權，為變做從松柏嘅紓困金愛用，為變做進行治亂，也係同到業者讓下都希望提倡政府為注意部分，也係有關進行嘅部分。再來呢，這個強用係看到中國時報記帶來嘅報道，就講也係呢政府基金開始進行進行嘅集團呢，故所呢一個國內旅遊也部分呢，咩係交通部韓國有相關業者，也係新聞外來傳通嘅。所以講呢，現在呢也係呢啲國際上有同到國家以前係東洋衝，故所呢啲國
女旅游也部分呢，伫亚部的呢进来进速度反映。伫一下呢，到6月初期解放过后，下来呢就是6月大约5月节连续假期的。韩国呢，到7月10月暑假就会到的。唐讲呢，一下呢，伫暑假假期间就会讲7月的过后，嘅东半部地区，像係花蓮、台東、韓國有像離島，嘅離島部分一下唐講清楚分享嘅，就係像嘅火燒島啊，韓國有像澎湖鴉片，可能呢檢防就強會聽唔到嘅。故所呢媒體向同事朋友，假使呢啲下來嘅連續2日，又係暑假期間，有安全期內老了，可能呢一下呢就會開始先來注意嘅聽檢防，又係相關嘅行程外用來安排，認真都是嘅假使冇聽到檢防，唔但想多麻煩，沒有可能呢會去到嘅嚴重到嘅觀光景點人giảm人，可能呢會影響到大家旅遊品質。接下來呢，我就會帶點大家呢來看到嘅報道呢，就係聯合報記帶來嘅報道，最講呢一下呢，指揮中心去今日討論呢，去針對邊境管制一部分，可能呢考慮為用嘅來解放，用嘅來不用。唔過呢，一下呢有當到嘅外國學生嘅一下受到疫情嘅影響，係冇辦法來到台灣讀書嘅。本地呢，指揮中心喺同大家講，一下呢，已經有同教育部嘅討論呢，講可能呢，請假啲7年呢，為來解放，為來開放，將係中國啊、港澳、韓國有外國學生嘅繼續轉到台灣來讀書。如果你一下經過行政院開會過後，認為講一下認真講，外國嘅疫情還係東嚴重，故所呢針對開放境外學生一部分，可能呢會很忙按腳來解放，忙按腳來實施哦。雖然講呢一個行政院呢係忙做出親密嘅決定，唔過談到按用嘅消息，其實呢有當到嘅一條學校嘅高中家長就提出嚟家長嘅質疑，韓國有受理哦。而談到嘅政治太好家長提出嚟嘅受理，清楚要追講。台灣呢一下呢看起來呢，因為講台灣一下係三萬啲追求係無確診，故所呢佢針對邊境一部分都無開放。唔過呢假使繼續按用做，唔但將呢會影響到一條外國學生嘅權益，沒有可能呢會使到台灣變做千萬開放邊境，本外國學生嘅來台灣讀書嘅國家嘅。佢針對按用情形呢會帶來影響嘅包含呢，將喺台國泰嘅高峰呢家就提出來嘅。佢假使呢台灣係呢繼續唔開放嘅邊境嘅話，亦可能呢會有當到國外當優秀嘅學生嘅家長呢就冇辦法來到台灣讀書嘅，就會影響到台灣嘅人才培育一部分。韓國有尤其假使今年冇開放外國學生嘅來台灣讀書，亦可能呢下來可能呢認真講家長。外國學生嘅都係一屆帶一屆按年來嘅，假使你冇學長學姊帶一個學弟妹來到台灣讀書，可能家長就講講按用影響就可能會到3年按久。嗰種嘅家長就要學校提出來，仲係技能太好就提出來，希望你請假外地8年15時節，教育部為做出親密嘅決定，看我來開放冇，就用辦法呢來保護台灣嘅古嘅教育環境咯。晚上呢，我這個帶大家來看到嘅就係講，其實呢籌備呢一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係宣布講，台灣籌備還係維持無確診，故種呢都係6月初期過後嘅有關身份紅限制為從漸嘅來解放嘅，下來呢針對一個實名制啊，韓國有從量體溫啊咩。另外，韓國有從帶最尾一條防疫措施、防疫新身份運通，可能呢會變做大家生活當中親習慣呢。指揮中心呢咪希望大家下來還係愛好好來配合相關的防疫措施。第二時節還係愛注意，唔好太睇，還係愛動降心，然後防疫做好來。下來就來看NH新聞報道。國內近半年還係無確診，已經連續53日冇本土病例嘅。先前通講日本愛表用入境管制，頭一層開放嘅對象包含泰國、越南、澳洲、紐西蘭，唔過冇台灣。昨日台北有車廠庭地面書香港島，各國評估表用嘅標準有付費也都考量。唔過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講，邊境解禁各國有自家嘅標準，愛看疫情嘅情形，冇可能日本全部開放，人家都就要按樣做。每一個國家有每一個國家的標準，因為每一個國家對他的國民都有他的責任在。好，那當然大家互相可以接受的話，
那个互惠是真的讲互惠，说你可以接受我的，我也可以接受你的，而不是我们两个都一样。陈时中讲，基金还係用人嘅標準，因為係啲保護國人，係講有相關重要嘅產業，經貿往來。做得另外加強檢疫，要確保社區安全。韓國2月初起，國內防疫措施就係並用嘅，也係未談講從用航空按算前日咧，愛恢復934嘅航班。指揮中心提醒，要用比較健康嘅安全做清高年節。整個是一個營運的計劃的考慮了哈。那當然一切當然是以就是說機上的一個安全嘛哈。那這是當然是一個最高的原則。那第二個就是它的必要性。好，在這段時間國內的疫情是趨緩。好，如果能夠把重點放在國內的旅遊或是國內的這樣的一個飛行的交通，相信對他們的營運也是有幫助的。另外，因為疫情靠2天呢，24人出國禁令，為啲6月底到期嘅禁令會停等疫情較緩解除幕。陳時中講，依附出國理由禁令會解除幕，為啲30個日宣布，應該會照愛去嘅國家疫情情形來做限制，一下限係會管制到較嚴條，所有依附出國嘅行程都會經過衛福部核准。記者522陳立峰台北報道。第一建議呢，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嘅記者會呢，就經由媒體啲問到講邊境管制措施內容是外來解封咯。因為看到呢個自由時報記帶來嘅報道，就係講，也係呢指揮中心嘅開始啲安全呢，針對邊境尤其係啲國際郵輪也部分，可能呢考慮外來並用嘅，也呢可能呢安全呢會針對國際郵輪嘅限制。做得呢快封夾到抗案來補給喎，唔過呢雖然講夾到做得來抗案呢，唔過上海人係總得來送案呢。其實呢呢假使結經過後呢，就還係有可能會對台灣嘅產業帶來一些嘅幫助喎。認真講，雖然講一條仍然無下算，對於銀行嘅觀光經濟雖然講幫助無一大，唔過呢搭台郵輪呢假使呢來抗案來補給100嘅初步嘅估算呢，差唔多呢就係至到300嘅元按度，還係呢做呢聽出嚟到因台灣嘅經濟也部分，也呢到底一啲平用措施呢用始終會來開放咯，也經濟一下針對一啲部分，指揮中心會大家來討論來決定咯。好，佢以上呢就係100呢，客家新聞會同大家帶來相關疫情嘅重點。一下呢有一啲資訊呢，我同鄉親朋友來分享哦。最講呢都會下晝嘅時節啲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嘅記者會結束過後，呢指揮官陳時中，呢亞中副總佢嘅全台灣嘅順飛之旅要來開始來進行嘅，佢都已經比叫佢多耐咯，佢都下晝嘅時節，佢就會去到港醫嘅片，因看到呢亞總統呢係港醫嚴重黃忠良佢啲面書上發嘅樣片，圖片。佢同大家呢來講到嘅陳時中啊，佢啲下晝差唔多5點時節，就會去到港醫前有名嘅高張海交通一片非常嘅強咯，去到嘅片看風景，沙亂呢佢還會去到布台嘅海順看一條路線。係另外呢都會是亞時間呢，佢還準備嘅18公斤港醫青菜貼食材，準備嘅一個陳業呢外來搶所有嘅防疫人員感謝佢哋嘅辛苦，韓國唔談上安呢，都會按補夜8點半，佢係會向亞中鋪總去到故宮南園嘅片呢去看文物咯。新主任呢就希望講亞中鋪總呢大幫亞中鋪總親身去留了，希望呢做嚟帶動沙來啲港醫也片呢觀光韓國有旅遊啊。嘅假使呢有關嘅相關亞中鋪總去到港醫嘅留了嘅親身情形，會隨時同大家來做重複。好嘅以上呢就係見比下家新新聞。稍後來向鄉親朋友到下晝2點個繼續收聽呢節目，同大家帶來見比關於進行的疫情發展。客家新新聞，客家 Live， 本唔進行的疫情資訊。我係陳彥祖，我係許麗婷。當日早晨對報紙頭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的進行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Apple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新新聞。